超凡与平庸之间的人类到底会有多大差距？男人意外服下神药，奇迹般的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但凡是布莱恩曾经看过的东西，哪怕时间再久都能倒背如流，不管他想干什么都如有神助。而他的能力还远不仅于此，在解答高端数学题的同时，另一只手还可以画出列奥纳多达芬奇，随便听听歌都能学会一门复杂的外语。在他眼中，所有事物都可以计算，其中也包括飞速的车流。可就是这样的满级人类，却被人诬陷成了通缉犯。就在此时，神药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，胃疼的他连还没吃的早饭都吐了出来。但为了自证清白，他还是强撑着找到了另一个服用神药的人。很明显，对方是个强迫症患者。客厅里的所有物品都是对称的，唯独这颗盆栽有5厘米的偏差。布莱恩拔出盆栽，看到花盆里隐藏着大量的美金和一个小药盒。这个药盒正是好友被杀前用来装神药的，想必他是为了神药才对好友起了杀心。幸好布莱恩只是腿部中弹，但也因此很快就被凶手追上。布莱恩说出一切推断，逼问对方，而此时的凶手也不再伪装，毕竟现在的布莱恩是个通缉犯。另外，凶手对自己滴水不漏的作案手法也非常自信。回到酒店，布莱恩急忙处理枪伤，但在神药后遗症的加剧下，他逐渐陷入昏迷。等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神秘人所救，而救他的人居然是竞选国家总统的参议员，他就是神药的创始人，同时他也是神药的忠实粉丝。随后对方说明来意，只要布莱恩为他做事，不但可以解决他后遗症的副作用，并承诺以后可以神药自由，管吃管天，吃饱为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布莱恩也没有不同意的资本。但不过在这之前，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去做，那就是还自己的清白，找出杀人凶手的确凿证据。